隨住科技嘅日趨成熟，日常生活有好多重複又具備危險性嘅工種，正逐漸被 AI 取代。首當其衝嘅汽車行業，短期內亦有顛覆性嘅轉變，需要大量嘅創科人才加入市場。我認為學生需要有實踐 AI 嘅機會，而無人駕駛同埋座艙設計就係好好嘅應用例子。雖然呢啲嘅內容唔係容易到一步就可以完成，但係學生只要跟住課程嘅進度，慢慢就可以學識點樣解決複雜嘅問題。呢一啲嘅成功經驗真係非常之難得，令我更加有信心學生可以應用 AI 面對未來嘅挑戰。課堂學嘅 STEAM 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日常生活嘅現象亦都令我啟發咗對 STEAM 嘅理解，亦令到我培養咗用科學嘅方法同埋創意去解決日常生活中嘅問題。學咗汽車座艙設計之後，我可以自己親手去設計出自己心目中嘅車內設計，而且了解到點樣令駕駛更加安全、更加舒服。我學咗 Python 之後咧，發現編程都可以好有趣啦，可以自己寫一啲小遊戲同埋自動化程式，訓練我嘅邏輯同埋解難能力。而家我哋正同多個科技品牌合作，為中小學生開發更多 AI 課程。未來嘅世界將會由 AI 輔助高速發展，我哋同科技業界、學校同行，為學生創造一個更具可能性、更廣闊嘅未來。